8月太水的时节，本水大坏嘅南湾公路里头口，只唔简单能整好一条片口，不过也今年山区有落大雨，片口有大坏嘅交通中断，推动也南湾公路巷嘅里头村又变做孤岛嘅，人家山区嘅物资还算啦，大家冇囤粮嘅危机，不过村民见纾困啊，睇山区地步，食材规模解释。 台东人就从礼拜六开始，连续2日落起大水，东南边公路出现较为变山，看起当危险。最快嘅下度180公里所在嘅离岛片口，就本来了大铁，台东防架线嘅交通中断。即马水遮大，我手是无多学啦。伊个这豪雨特报吼，因为这山个吼，我手去吼会下沉啊。 马拉克风采落实期间，那六种原本的路面测讲，20日公测深嘅好大下皮来，造成原本嘅离岛口崩大铁。当时搭建嘅临时片口，对一整日之后，如果一摆断铁，广山公务团表示，为到最短嘅时间内，一摆畅通。溪水如果消退之后，我想2到3个工作天哈，我想我可以把这个过溪底的这个涵管的一个变道能够把它抢修完成。 因为离岛口团嘅新富里海流域系当接入土石流发动嘅气域，故所电到好大自然变回原本嘅高度，将入发图进行口量嘅复建。故所关山公务团表示，我发图确定及时做喺同工，不过离岛村目前入流拢就在运送民生物资，暂时冇团量嘅问题。客家新闻中准推动报道。